两百多上3两不把两到5，那都是两毛5的钱的，看看啥干嘛？要不最后怎么分配？到底啥事？啥就啥干，哪啥就啥。最后怎么拿去？好了，今天题目大家做好了，比你家到大道理的大些国家，他比这些国家上来上农都这法，那上来都是3年1年，上来上农都是知道就没。这些打倒霉，像这种这干的。现在大家重新大家商量，大家做这这。再来。刚才今天的会议刚刚领导马上发起了，再来上场介绍都是用热心热心做些方法，为了成长成做些方法。大家好，这是这3到3年左右的方大主把这个电造啥子方大好不能就非常就都变到就是变到大方买就完了对。上来大家抽给大家商量，大家争取，大家商量，大家听说，商量上都是放到对，那就要做这就没有在上头。上来，都是打扫卫生，就是这样，全部要收拾，到这弄的。大姐说多，说谁说多对，说马呗，牛马牛牛马。把这香港送生工作李文国李文贵，送牛郎妈妈嘿，少来少来，大招的少来当，少来叫俺爹路，少来浪点转马家把米少饭路少饭少路饭，少来。